我是一个人仔车司机啦，驶车的生活实在真趣味。虽然讲油起价呢，但是呢，生意也是袂歹啦。但是呢，人客又较无多影啦。若是独身仔呢，是马马虎虎啦。若讲要饲某囝呢，还要真拼咧哦。不过吼，人客交阮这副也是加减袂歹啦。头发出门驶着机电车，身躯穿着一领夹克衫，水着湿日落，红顶加青顶。阮的职业含道路生活，踮在街市，踅来又踅去。我就是那个是的，我就是那个是的司机。对面一个小姐在叫车，我看可爱，穿甲真正歹。讲要去龙山寺，叫阮载伊去。拜托要阮将甲阮载较慢。美丽小姐，我没有问题，我就是那个是的，我就是那个是的司机。繁华都市台北的暗暝，街头巷尾车辆满满是，做司机爱注意，安全为第一。唔通超速，唔通超载，快乐赚钱，平安回去。这就是那个是的，这就是那个是的司机。